你有线索无先甲阮讲，头讲甲阮为难咯，啊你无意思啦。好啊好啊，咁讲两句。嘿啦，即马收本所的嘛办案嘛掠人啊。这份工，你点点啊做就好啊。妈，你死给你探听。咱遮做清洁的吼，若出现伫这个命案现场，伊本上就是表示这个案已经处理甲差不多啊。啊，咱拢无来。伊已经死啊！咱的工作是清洁，不是管人的隐私啦。无人有资格去改变别人的选择，你嘛无在了替人负责。这啥？你哪有甲张力赶快打火机哈？对啦！张力打扮门我刷手了，我哪会开房间啦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第2台孔雀鱼。